好啦，而家我會由1數到5。當我數到5嘅時候，你會完全清醒，完全清醒，擘大對眼。1、2、3、4、5，完全清醒，完全清醒，擘大雙眼，完全清醒，擘大雙眼。OK， 咁嗱，基本上咧，大家都係咪感受過？其實頭先係一段好短嘅時間，即係真係幾分鐘嘅時間咧，係咪都完全體會到其實即係催眠狀態係點樣啊？即係同你之前完全未接觸過即係呢個催眠嘅時候咧，有咩唔同啊？最初可能就真係會好似電視啊，或者睇到啲電影會以為好似自己好唔受控制嘅，咁但係其實經過呢個過程，原來其實成個人係好醒，又聽到你講嘢，只不過可能係有把聲去輔助我話啊，放鬆自己，慢慢咁去鬆開咗自己啲身體嗰啲部分咁樣。冇錯啦，其實進入催眠狀態就係即係咁自然嘅狀態。OK， 好啦，英本來我都以為係好，即係完全冇乜意識，即係以為係真係一個影像，然後慢慢點講咧？即係真係以為我係唔受控嗰個，但係其實唔係咯，其實好似比平時仲清醒嘅感覺。冇錯，你講得啱啦。嗱，其實咧好奇怪嘅喎。其實咧，當我哋人咧進入咗一個催眠狀態咧，其實我哋嘅意識咧係比你日常喺清醒狀態咧更加清醒，你個腦咧係更加清晰嘅。咁所以點解咧，我哋可以通過催眠治療咧，去即係話年齡回溯咧，真係可以去回溯翻一啲咧你已經忘記咗嘅嘢，就係咁解。因為咧，當你進入咗催眠狀態底下咧，你呢個腦裏邊嗰個意識咧係更加集中、更加清晰，咁所以就能夠令到你咧去回溯翻一啲你已經遺忘咗嘅記憶啦。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催眠治療做到嗰個效果嚟嘅。OK， 好啦，更加大嘅發現係嘛 ？OK，Jessica， 即係可能我被科影響得太多，我以為會好激動嗰啲，即係我唔知點解，即係但係就成個過程都舒服嘅咁樣樣，可能即係因為我哋呢個咁樣嘅治療係 relax 啊嘛，個目的係 relax 啊嘛。如果可能係前世嗰啲，可能我真係會喊嗰啲嘅。好係咯。OK。其實咧，頭先我都提過啦。其實我哋做催眠治療咧，其實係有唔同嘅目的㗎。咁當然啦，頭先你哋短短嗰幾分鐘嘅體驗咧，其實就真係純粹一個即係 relax 嘅體驗啦，即係點樣去即係令自己放鬆啊，點樣進入一個我哋叫做簡單嘅催眠狀態啦。咁如果我哋話喺另外一啲層面上面，即係話我哋如果需要真係做治療啦，例如譬如話我要去回溯翻一啲記憶啊，又或者去改善我哋一啲即係譬如話可能壞習慣啊，或者其他去消除負面情緒嘅呢啲咁嘅目標嘅治療咧，咁當然我哋就係要做一啲另外其他嘅技巧落去咯，咁只不過呢一個你哋頭先所感受過嘅就係最初步嘅，即係話喺做任何治療嘅技巧之前嘅第一步咯，就係好簡單進入一個催眠狀態，因為我哋要進入咗一個催眠狀態，然後先做其他技巧咧，就先至能夠發揮到。